Hello，疫情之後，我覺得自己已經睇夠墨西哥，所以決定搬去下一個國家。當時未去過高加索地區，加上覺得當地文化獨特，所以接受咗一個 offer，搬咗去亞美尼亞。亞美尼亞同埋格魯吉亞咧，都係被視為提子嘅原產地，有全球最悠久嘅葡萄酒歷史。亞美尼亞有世界上最古老嘅釀酒廠，附近仲出土過全球最古老嘅鞋。佢哋亦都好重視自己作為世界第一個基督教國家呢個身份，國立教會嘅地位好高，教堂係周圍都有嘅。2019年嘅時候，佢哋成功發動民主革命，當年嘅民主領袖到今時今日都仲係總理。不過喺宗教同埋蘇維埃文化影響之下，整體社會咧都仲係傾向保守嘅。另外一個理解亞美尼亞唔可以避免嘅因素，當然就係同阿塞拜疆嘅衝突。納卡地區歷史上係亞美尼亞人嘅聚居地，蘇聯時期就劃咗入阿塞拜疆成為自治區。90年代蘇聯解體之後，納卡成為亞美尼亞第一個宣布獨立嘅地區。當時喺俄羅斯支持之下，亞美尼亞打贏。但係近嚟，阿塞拜疆有石油嘅收入，同埋加強咗同土耳其、以色列嘅關係，軍事實力大幅上升。民主革命之後，再加上疫情期間，亞美尼亞喺戰事裡面失去咗7個省份，納卡就成為咗一個飛地。我搬去亞美尼亞嘅時候咧，就係啱啱阿塞拜疆要求所有進出納卡都要經過佢嘅關卡，出現所謂8個月圍困嘅情況。到埗第一日已經覺得氣氛沉重 ，HR 自己作為一個後生仔都上過前線打仗，之後同同事旅行，亦都有人同我講，成個國家其實都好抑鬱。呢個情緒喺街上面係好明顯嘅，尤其係男人，多數都係好唔開心。女人咧就相對正常。同時間我去嘅時候，俄羅斯已經全面入侵烏克蘭，街上面係有大量嘅俄羅斯人。包括餐廳侍應，佢哋好多時咧都係暫時居留去睇下局勢如何。俄文喺本地係好通行嘅，全國幾乎都係識。商鋪招牌好多時都係有俄文，不過英文水平其實都算唔差。喺首都葉利溫入邊，基本上都係可以用英文溝通。交通方面，參加本地一日遊係最方便嘅選擇，甚至係可以一日來回格魯吉亞 Tbilisi。自己坐車去 Tbilisi 亦都係幾容易，但係如果想搭小巴去國內其他地方，就反而比較難少少，因為好多司機都係唔識英文，車站指示亦都係只係得亞美尼亞文或者俄文。Yandex 地圖雖然好常用，但係班次資訊唔可靠，通常都係要親身去巴士總站問嘅。至於亞美尼亞人好友善呢個講法，就唔係我嘅經歷啦。唔識英文嘅話咧，好多人唔會係主動嘗試溝通，喺飯堂式餐廳排隊係完全冇人理。呢個未必算係歧視，但係真係覺得好冷漠。真係受到歧視嘅係越嚟越多嘅印度人，佢哋嚟到係做醫科生。我公司曾經請過一個印度醫科生做 lab assistant， 佢搭巴士嘅時候，其他人係會嘗試阻止佢坐低嘅。另外一個印度同事喺條街度買生果，個阿婆係直接拒絕賣俾佢。網上亦都見到話黑人租屋嘅時候咧，業主話唔租俾黑人。對性小眾方面，亞美尼亞都係相當保守，同性戀唔犯法，但係全國都係冇同志酒吧，亦都曾經發生過跨性別人士被謀殺同埋縱火嘅案件。呢一個國家謀殺係極其罕見，所以應該係一個好大嘅新聞，但係實際上冇人譴責，甚至係有人慶祝嘅。亦都係有人被逼出櫃之後，俾屋企人趕走，最後自殺。呢類事件係唔會有正式報導。新聞資訊方面，好多人係唔依賴主流媒體，而係靠 Telegram、WhatsApp 群組接收消息。基建上面亦都係好差，甚至試過總理直播記者會嘅時候都突然停電。停水停電嘅消息多數都係靠群組流傳，當中亦都係夾雜大量假消息。例如納卡最後一戰一日裡面投降嗰日期間，謠言滿天飛，好多人話亞美尼亞人唔俾人有人唔俾佢哋揸車撤離，但係實際上官方媒體亦都係影到佢哋可以揸車離開嘅。亞美尼亞對於大屠殺嘅歷史就係好重視。紀念日當日咧，好早已經會有好多市民去紀念公園，夜晚亦都會有火把遊行。示威方面，因為政府放棄納卡，當時不停有抗議活動，首都本身已經係成日塞車，因為啲路好窄，地鐵
覆蓋亦都係有限。少量示威已經係可以令到所有交通癱瘓，不過整體都係好和平嘅，我冇見過縱火或者大規模嘅暴力。綜合以上因素，對我嚟講最大問題就係市中心成日停水停電，基本上唔適合長住。不過佢亦都有優點，流動網絡係極平，而且真係無限嘅。水電煤可以直接喺銀行 App 嗰度交錢，銀行分行好多，而且開到夜晚接近10點。市中心餐廳選擇好多，好多亦都係開到好夜。最大嘅連鎖超市甚至係24小時營業。治安亦都係相當好，我出去食飯嘅時候會就咁將個電話放喺台上面霸位，然之後去洗手間都完全冇問題。作為旅遊目的地，我會好推薦嘅。亞美尼亞嘅教堂建築風格獨特，好多古老教堂亦都係起喺好靚嘅自然景觀入邊，加上佢好多山同埋有個好大嘅湖，所以好適合行山同埋睇風景。文化方面，除咗宗教，亦都係有大量嘅蘇維埃遺跡，包括好多荒棄嘅建築物，市中心入邊都有嘅，亦都係有以蘇維埃為主嘅餐廳。有啲人當然會覺得呢啲係好噏得，冇人去維修，咁但係有啲人亦都要專登過去睇嘅。食物方面整體亦都係唔錯。嗰度基本上係冇中菜或者廣東菜，但係歐洲、俄羅斯、日本、印度、中東、伊朗菜等等都做得好好，甚至有幾間都幾正宗嘅墨西哥菜。高加索菜本身當然亦都係一個受歡迎嘅菜式，對我嚟講呢就有啲偏淡。另外，由亞美尼亞去格魯吉亞亦都係非常方便，然後由格魯吉亞去土耳其或者阿塞拜疆亦都好容易。總結就係我會好建議去高加索地區旅行，因為見到同埋經歷到嘅嘢喺其他地方都係好難遇到，但係如果長期居住，我就話真係不了。